哋呼應翻 EDB 最新嘅建議，嚟緊小學1年班開始咧，就唔會再有評估同埋默書，而改為用進展性評估。咁我哋同樣唔會再去用分數顯示嗰個成績俾家長睇啦，而係會用一個文字嘅描述，譬如不達標、部分達標、優良等等。咁當然啦，喺實際操作上，如果老師冇一個量化嘅指標，其實佢都好難去判斷何謂叫達標或者何謂叫不達標嘅。就預先咧就會設咗幾多分為之達標，幾多分為之優異。跟住落嚟咧，就到老師輸入嗰個分數版面啦。咁你見到呢個 Excel 版面下邊咧有齊晒咧各科嘅分字嘅，咁即係咧各科嘅老師都可以喺同一個咧Excel 嗰度咧工作啦。咁而且因為佢係網上同步版，咁變成老師係在家工作咧都可以嘅，咁都方便即時查看。咁我用陳大文咧做一個例子。咁首先我哋望一望滿分呢一欄咧，究竟咩意思咧？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咧設定嗰次評估滿分嘅分數。譬如今次聆聽評估總分可能50分為滿分嘅，咁然後呢個小朋友咧就攞到20分。咁我一打20分嘅時候咧，就會即刻咧隔離顯示部分達標。咁呢個成績啦。咁譬如可能佢係攞50分嘅滿分喎，咁就會顯示優良啦。咁如果萬一個小朋友冇返學喎，咁我哋咧就打 absent 啦，咁就會顯示缺席嘅。咁同樣啦，有時咧你都明嘅，會手誤㗎嘛，咁可能入錯咗分數，哎呀打咗30分，咁就會顯示錯誤啦。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功能咧，亦都方便咧科任老師入分嘅時候咧，可以即係作為一個少少嘅提示，因為佢用咗第二隻顏色嘅標示，咁科主任咧亦都可以咧上去查看啦，譬如同事嗰個入分個情況，咁發現咗有問題嘅，咁其實亦都即時可以提翻老師去做翻個修正嘅。呢一個咧就係家長咧佢喺網上版睇到嘅嗰個報告嚟嘅。咁其實我哋咧係可以喺學期初啦，譬如9月正式開學之前啦，就將呢個嘅連結同埋 QR code 可以貼喺學生手冊嗰度嘅。咁每一個小朋友咧，佢會有一個獨立嘅網站去睇嘅。譬如陳大文就係呢一個版面屬於佢噶啦。咁變咗家長咧，只會睇到自己小朋友，亦都唔會睇到其他同學仔嘅。跟住落嚟就向大家展示點樣由教師入分去到咧家長嗰個版面嘅同步化咯。咁我用中文作為一個例子，譬如第一次寫作評估，佢原本係80分嘅，咁呢度顯示優異啦。咁我而家重新調整佢嘅分數，譬如佢而家20分，就會顯示咧就不達標咯。咁去到咧右邊個版，你又見到啦，佢就會同步咧就顯示不達標嘅。其實每個學期進展性評估都有好多次，咁小朋友難免都會有缺席，又或者發揮唔穩定嘅時候。咁如果每一次缺席咧，我哋都要做一個補測，咁其實喺人力嗰方面咧都消耗比較大嘅。咁除此之外啦，如果我哋去計佢最優秀嗰幾次嘅分數，如果用人手去計嘅話咧，咁其實咧都幾花時間嘅。咁我而家呢個平台咧就可以自動化去做到呢樣嘢嘅。咁以下咧我會做一個示範，咁就好似你畫面中所見啦，用中文做個例子，有3次咧寫作嘅分數啦。咁咧我哋會計佢最高分嘅2次。咁我假設佢其中有一次係 absent 嘅。係啦，咁我哋計最高分嗰2次，咁仍然都係優異啦。咁另外有一次考得麻麻地喎，係得20分不達標。咁我哋一次優異加一次不達標咧，咁佢個平均分咧就係會被稱為達標啦。咁你同樣用咁嘅方式咧，就可以顯示晒佢咁多科咁多次評估個成績。係成個學期入邊嘅一個總嘅分數，咁俾翻家長去 keep 翻啦，或者我哋自己內部去存檔嘅。咁我哋頭先咧喺分子嗰度咧，我哋3次嘅寫作攞2次嘅分數為之為達標嘛。咁呢個分數咧其實自動化咧會顯示翻喺佢呢個學期入邊嗰個寫作分數噶啦。喺呢個報告入邊啦，其實佢有晒中英數各科嘅分數。咁如果咁樣嘅話，俾家長去睇翻咧，其實就好清晰噶啦。